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生长我的荣美形象。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撒母耳记第35天的共读。今天邀请敏哲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清晨能够因渴慕主你的话语而聚集。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常常来教导我们。求主你再一次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时刻来思考主你的话语，能够因着主你的话语重新得力，也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求主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圣经共读的时光，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2章，那看见从扫罗王手中浪迹天涯、亡命天涯的大卫能够回到自己的犹大的土地上，那也借着他先前所做的友好行动，那很短的时间就被犹大人第2次高他为王，这是大卫第2次被高，第1次是被撒母耳。那大卫虽然不敢去杀上主的受膏者，也就是扫罗王，但是扫罗王的后代，扫罗家的部属元帅跟大卫家的部属元帅彼此之间有这种侠怨，积怨已深。那两边的元帅提出比武，让各派12个人的较量较力呢，那变成了引来一个战役。那这战役呢，甚至打到天黑，那也失去了各自有损失哦。那在大卫的侄子亚撒黑也命丧在扫罗的堂兄弟押尼珥的手下。那在这仇恨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彼此都是输家，没有赢家。那么今天继续来读第3章，好，那请敏哲长老带我们来读3章的1到5节。第1节，拥护扫罗家族的军队跟大卫的军队征战许久，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扫罗家却一天比一天衰弱。大卫在希伯伦生了6个儿子，按照出生的次序，他们是这样排行：暗嫩，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基利亚，加密人拿巴的遗孀艾比该所生；亚沙龙，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迦所生；亚多尼亚，哈吉所生；示法提亚，亚比他所生；以特念，以格拉所生。大卫这6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出生的。好，那前面有提到大卫已经有3个妻子哦。那在这里呢，大卫又被记载另外又有4个妻子，那就有7个妻子。那这后面这4个呢，都是在大卫他结束逃难。那前面的3个妻子当中呢，米甲已经被扫罗王改嫁，所以大卫是带着2个妻子在逃难。那但是呢，在希伯伦安定下来之后呢，又娶了4个妻子，那他也用王的身份哦，那也在这里又生了6个，总共有6个儿子哦。那这6个儿子包括前面妻子所生的暗嫩、基利亚、亚沙龙，好，那以及后面又接下来生的有亚多尼亚、示法提亚、以特念。那这些暗嫩的名字是有信心，基利亚的名字的意思是如同爸爸一样，亚撒龙是我的爸爸是平安，亚多尼亚是我主是耶和华，示法提亚是耶和华以审判，以特念是人民的利益哦。那这些名字那也都是这个犹大支派或是以色列人用的名字。那从这个大卫的世系来对照呢，我们可以看见
大卫他的妻子，好，那一直到后面还有拔示巴，那在希伯伦生了6个儿子，好，其中还有一个女儿是他玛，是押沙龙的妹妹，好，这是有被记载的女儿，其他的女儿没有被记载，好，那所以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女儿，但是后面呢又最后到不具名的妻妾呢，好，就是这个大卫当上了全以色列王之后呢，好，那还有生了1、2、3、4、5、6、7、8、9、10，好，那还有另外10个儿子，好，那他们的妈妈是谁呢？好，没有提到。那拔示巴呢？大卫后面跟拔示巴呢又生了至少5个儿子啊，好，至少又生了5个儿子。好，那第一个就是那个奸淫之后死掉的儿子，那其中有所罗门，所以大卫至少有20个儿子，那所罗门排行在第10到第11之间呢。好，那所以这个大卫他在第3章第1节让我们看到就是他提到大卫的家呢越来越兴盛强盛，但是扫罗家呢越来越凋零了，所以扫罗死了，儿子死了，好，现在呢扫罗家剩下的军长还有剩下的人呢，好，越来越少，好，所以这一章会越看见这样的差别。那再请敏哲让带我们来读6到11节。大卫的军队跟拥护扫罗家族的人不断地征战，在扫罗的部署中，押尼珥元帅的势力越来越大。扫罗有一个妃子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有一天，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问押尼珥：“你为什么跟我父亲的妃子睡觉呢？”这使押尼珥非常气愤，他说：“你想我会出卖扫罗吗？你真的以为我在为犹大效劳吗？从开始我就忠于你父亲扫罗和他的兄弟，他的朋友，我也帮着你，没让大卫把你打垮。今天你竟为了一个女人的缘故责备我。上主曾应许大卫要从扫罗和他后代手中夺去国权，使大卫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从最北边的但一直到最南边的别是巴。现在要是我不促成这件事，愿上帝击杀我。”伊施波设非常怕押尼珥，不敢说一句话。那虽然大卫越来越强盛，也在希伯伦做犹大人的王，犹大支派的王。那扫罗已死，但是扫罗他做王有将近40年的时间，那也在以色列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但是呢，这变成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有2个王，好，那2个系统，那不断的在征战。那扫罗的部署中呢，还是属于押尼珥元帅，那他的势力呢，还是较大的，因为押尼珥呢，他已经跟在扫罗身边已久，那他又是扫罗的堂兄弟哦。那第7节讲到扫罗他的妻子当中有一个妃子叫利斯巴，那这个利斯巴呢，就是在后面的第4章会看到这个米施波设的妈妈。好，那这个利斯巴呢是艾雅的女儿啊。那但是呢，有一天呢，扫罗他的儿子伊施波设，好，那也就是昨天第2章看到这个伊施波设是被押尼珥，好，那被他带到约旦河东的马哈念，被押尼珥元帅立作为王的，好的这个伊施波设王呢，就对扫罗的元帅，好，也应该是他元帅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妃子同寝呢？”好，那所以可见这个押尼珥仗着他的年纪，仗着他的权势啊，那他把这个扫罗的妃子呢，也当作是自己的妃子啊。那虽然他立了一个王，但是表面上是立了一个王，那实际上呢，却是押尼珥在垄断这个大权哦。那押尼珥呢，台语说更小就登手气啊，所以他就恼怒
这个非常的气愤。好，那说我岂是狗的头呢？好，那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像是狗一样没有价值吗？好，那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是认为狗是不洁净的。说大卫在逃命的时候也说自己像狗一样。好，那这个亚尼尔呢说，意思说我岂是这样没有价值吗？好，那我习今日忠心对待你父亲家，好，就是扫罗家，还有他的弟兄朋友，没有把你出卖交在大卫的手里，好，你居然为了一个妇人来责备我吗？所以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那当然亚尼尔，好，那他就是玷污了，那或是把他的堂兄弟，好，就是他的扫罗王之妻占为己有，好，那被伊施波设提出来，好，那但是呢，他就反过来要恐吓伊施波设，好，所以亚尼尔9节到10节，好，那就在这边说上主他就搬出大卫好，说上主曾经应许，好，要借着要大卫，好，是来夺去扫罗的王权和王位那而且这个王权王位呢，从最北边的但，就是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到最南边的别是巴，那这一整块地呢，都是上主要从扫罗的手中交给大卫，所以这个事件呢，也促使了亚尼尔，好，那就是他决定不要再帮助扫罗家，好，其实伊施波设也算是他的亲戚，好，算是他的侄子辈，那但是他说，因为这个被责备的事情呢，那他决定要帮助大卫，不再帮助扫罗家，好，那所以这件事情呢，让伊施波设惧怕，甚至他不敢接话。所以他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元帅亚尼尔，好，那就是做他想做的事情。那再请敏哲长带我们来读12到16节。亚尼尔派使者到大卫那里，说：谁想统治这国呢？如果你跟我立盟约，我就帮你统一以色列全国。大卫说：好吧，我跟你立盟约，但是有一个要求，你来见我的时候，要带扫罗的女儿米甲一起来。大卫也派使者去见伊施波设，说：把我的妻子米甲还给我吧，她是我用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换来的。伊施波设就派人从米甲的丈夫拉益的儿子帕铁那里把米甲带走。帕铁跟着米甲一面走一面哭，一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帕铁只好回去了。那亚尼尔呢，被伊施波设这样子责备，心中很气愤，但是这也意外的成就上帝的计划，所以亚尼尔呢就派人去见大卫，说如果你跟我，就是大卫如果跟亚尼尔来立盟约，那亚尼尔呢愿意来投靠大卫那前一章呢是亚尼尔自己主动来跟大卫的后代跟大卫的家族在较量，两边在征战，但是呢很快的亚尼尔呢真的就见风转舵，那原因是因为他去睡了扫罗的妃子那大卫呢也但是大卫的回应是要立约可以，但是大卫呢想起他的第一任的妻子米甲呢，是扫罗嫁给他，本来是姐姐，后来嫁了妹妹。那但是这个妹妹呢，也是大卫的第一任妻子，而且那时候扫罗出一个难题，就是撒母耳记上18章，要他去割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那到后来大卫交了200个。好，那也有说是100个，那在这里的地方呢，大卫自己说是100个，好，所以跟撒母耳记上18章的记载200个，好，有出入。
那但是无论如何呢，这都是大卫用他的勇敢，为了要表达他对这个扫罗或是扫罗的女儿的这种爱意呢，所得来的。所以他要求押尼珥要把他的原配大老婆米甲呢，从这个帕铁那边带回来。那帕铁呢，他所住的地方呢，米甲跟帕铁所住的地方呢，是巴户林巴户林。那从这段文字的记载可以看，这个帕铁跟这个押尼珥呢，他同意大卫的要求，所以他就借着他的权势，就去了巴户林，那就要求米甲回来。而这个米甲的老公呢，这个帕铁呢，就跟着米甲一面走一面哭所以也可以看见说后来虽然米甲被改嫁，但是他被改嫁这个先生呢，对他是有情有义那巴户林这个地方呢，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甚至离犹大区也不远好，那从这地图当中可以看到，都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那离希伯伦呢是有一小段的距离，那也不算远的距离但是这段路呢，这个帕铁呢就是边走边哭，非常的不舍。那我们也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继续往后看到，当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呢，那米甲跟大卫之间呢，对于大卫迎接约柜的这个行为呢，是轻看他，轻视他。那虽然撒母耳记上是米甲爱大卫，那只是碍于扫罗被改嫁。那也后来因为米甲轻看大卫的缘故呢，所以米甲也一直没有生孩子，所以在这个历代志的族谱当中，米甲并没有留后代，但是留下了名字。那在撒母耳记下的16章、17章，巴户林这个地方呢，还会继续的出现。那甚至这个后来在出现的时候，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那甚至在巴户林那逃到这个地方来，而被大卫呢被人家落井下石所以这是不是说大卫现在呢有一点意气用事然后仗着他的王仗着这个押尼珥要来跟他谈条件那拆散了一对夫妻。申命记24章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说已经离婚的夫妻呢就不能再娶回另嫁的妻子这是申命记24章的第1节到第4节那但是大卫呢不论有没有知道这样的一个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看重的是米甲，还是看重的是那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呢？那在这里呢，就对大卫来讲都是重要的事情了。好，那接着再请敏哲长带我们来读17到21节。押尼珥到以色列的长老们那里，对他们说：好久以来，你们一直希望大卫做你们的王，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你们一定记得上主曾经说过，我要用我的仆人大卫来救我的子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一切仇敌的手。押尼珥也对便雅悯支族的人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到希伯伦去，把便雅悯人和以色列人所同意的事向大卫报告。当押尼珥带着20个人到希伯伦见大卫的时候，大卫为他们摆设宴席。押尼珥对大卫说：现在我要为陛下去号召全以色列来拥戴你为王，好跟你立盟约，使你得偿心愿，统治全境。大卫保证押尼珥的安全，然后送他上路。扫罗王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那便雅悯支派的土地呢，就是在犹大支派的上面。那押尼珥他也是便雅悯支派，所以其实他们都离犹大支派的领土非常的接近几乎是连在一起。那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那后来大卫成为犹大支派的王。这时候因为押尼珥的关系呢，他不仅把便雅悯支派带来投靠
犹大、大卫，甚至把其他的10个支派也都带来投靠这个犹大，就是大卫王哦。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亚尼尔就运用他在这个国家成为军长，可以说是这个三军的统帅，或是这个国防部长。好，那这样的身份呢，好，那他就来跟其他支派来协调，说你们已经知道，好，上主的话就是要用大卫来解救以色列上帝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好，那所以到处去传这样的信息啊，那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秘密。撒母耳当初撒母耳去16章去膏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去膏这个大卫是秘密偷偷的去膏他，但是因为大卫杀死万，还有扫罗追杀大卫，好，那在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那已经让上主要把这个国家从扫罗的手上移到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手上，已经不是秘密了，只是大家都不敢说，所以连亚尼尔自己也知道，所以伊施波设在责备亚尼尔的时候，那亚尼尔他就把他心中的话早就知道却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说是人人皆知了。所以大卫呢，虽然人人知道，但是大卫呢，他总是一直不敢篡位啊，一直不敢贸然的行动，连回来犹大这件事情，他都必须要求问上帝。所以亚尼尔的这个带各支派的人去谈呢，好，是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成功，所以就带着20个人，好，那是这其他11个到10个支派的代表，就通通重要的领袖。那到希伯伦来见大卫，那大卫呢就为他们摆设宴席啊。好，那这个背景不是诗篇23篇，好，但是大卫呢就摆设宴席，这些也不是在敌人的，这些呢本来是敌人，好，但是现在要变好朋友。那亚尼尔就对大卫说，那我要为陛下去号召全以色列来拥戴你为王，那要跟你立盟约，使你能够得偿心愿，统治全境了。好，那这个心愿到底是不是大卫的心愿？那到目前为止呢，好，没有看出大卫有这样的企图。好，那他只是做他认为应该做或是认为应该对的事情，为了上帝而做。但是现在亚尼尔呢，把这个事情呢，要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呢，变成是上帝的计划，但也是大卫的心愿了。好，那大卫只有在这里跟亚尼尔就立约，说要让亚尼尔可以平安的回去。好，那再请敏哲长带我们来读22到26节。不久，约押和大卫的臣仆攻击敌人回来，带回很多战利品。但那时亚尼尔已经不在希伯伦，因为大卫已经保证他的安全，打发他走了。约押跟他的部队回到希伯伦时，有人告诉他亚尼尔来见过大卫王，而大卫保证他安全，送他走了。约押就去见大卫王，说：你做了什么事啊？亚尼尔来见你，为什么还让他走呢？你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到这里来，是要欺骗你，侦查你进出的地方和你所做的事情。约押离开大卫以后，就派使者去追亚尼尔，从希拉井那里把亚尼尔带回来，但这事大卫并不知道。那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虽然大卫做了希伯伦的王哦，还没有做整个以色列的王，但是呢，大卫还是必须要常常跟外面的敌人来交战。那约押呢，也一直是大卫重要的元帅，所以大卫跟这个亚尼尔立约的这件事情呢，亚尼尔在外面征战并不知情。那亚尼尔呢，对，约押呢也是骁勇善战了，那战赢了，带回很多的战利品。好，那当亚尼尔跟大卫立约离开希伯伦要回去，那但是呢，这个回去的地方可能是回到约旦河东比较北边的马哈念那边去啊。好，但是约押回来知道呢，就听到这件事情呢，好，那他就很生气啊，那去见大卫，那说你知道
亚尼尔来这边是要欺骗你，是要侦查你进出的地方和你做的事情。好，那约押所说的不一定是事实，好，但是约押呢，他对这个亚尼尔非常的气，因为在第2章就是亚尼尔杀了他的弟弟亚撒黑。那再来就是如果大卫跟这个亚尼尔立约呢，好，那亚尼尔是元帅，因为在第2章他们2个分别代表2家在征战，各派出12个人，应该是旗鼓相当。那如果现在亚尼尔进来，那会不会让约押他元帅的地位受影响？所以这2个因素呢，让约押呢就很气来找大卫王。那所以约押呢，大卫并没有回应。在这边我们看见大卫没有回应，可是反而是约押自己主动行动。所以约押跟大卫投诉完之后，就派人去追亚尼尔，从西拉井，西拉井的意思就是一个回转的井，那就是好像是一个回转道一样，又叫亚尼尔回来，但是他是背着大卫做这件事情。那再请明哲让他们读27到30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的时候，约押把他拉到城门边，假装要跟他秘密谈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子。这样，亚尼尔被谋杀了，因为他曾杀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大卫听到这消息后说：“上主知道我和我的人民对亚尼尔的死完全无辜，愿报应临到约押和他的家族，愿他家代代有人生鳞病或麻风病，或只能做女人的工作，或死在战场，或没有足够的东西吃。这样，约押和他大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为了报他们的弟弟亚撒黑在基遍战场被杀的仇。”那约押呢把亚尼尔叫回来，好，那就亚尼尔以为是他跟大卫立约，所以他相信大卫会保护他的安全，好，所以他宁愿不要帮助伊施波设，要投靠大卫，好，却没有想到约押呢是偷偷的假大卫的名，要亚尼尔回来，好，那但是不知情的亚尼尔就在城门就被约押所杀。那这样约押就报仇，那这件事情呢，到大卫的耳中呢，大卫呢，他非常的气因为他已经跟跟亚尼尔立约，就是要捍卫他的平安，但是呢，约押是背着大卫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大卫耿耿于怀甚至一直到大卫要死的时候，要把王位交给所罗门的时候，都还在提到这件事情呢。那当下呢，当下大卫呢，就咒诅约押，说第一个是大卫是捍卫他的清白，亚尼尔的死呢，并不是出于大卫。第二个呢，他也咒诅约押跟约押的后代，有人生鳞病跟麻风病，那只能做女人的工作。和本是写说只能够架拐而行这个翻得很咬文嚼字。架拐而行不是说拿着拐杖走路一跛一跛，架拐而行的意思是抓住那个纺锤，就是在织衣服，在织布，所以是说约押家的后代呢，女人呢只能够做纺织的工作。那为什么要提这里呢？因为这个约押的妈妈就是大卫的姐姐，那照理讲应该要成为这个贵族，要成为这个王亲，但是呢，就是意思就是说，约押后代的男性呢，男的得病，得性病，女的呢就是成为普通的女性，不能够在这个王亲贵族当中有份所以约押虽然报了仇，可是呢，他的后代呢却被大卫所咒诅。好，那再请敏哲带我们读31到34节。大卫命令约押和他的部属都撕裂衣服，穿上麻衣，为亚尼尔哀哭。葬礼举行的时候，大卫王亲自跟在棺木后面走。亚尼尔葬在希伯伦，
王在他墓前大声哀哭，所有的人民也都痛哭。大卫为亚尼尔做了一首挽歌。亚尼尔该死的像傻子一般吗？你的双手没有被绑，你的双脚没有被捆，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于是人民又为亚尼尔哀哭。那在第3章呢，就有两次的哭哦，一次是帕铁跟他的妻子米甲要拆散的哭。好，那在这里呢是大卫为亚尼尔哀哭。那这也很难想象，亚尼尔不久前还是他们的这个扫罗王的部下，是一直要来追杀他们。但是呢，可以看见大卫的很单纯，立约了就是朋友，立约了就是重要的伙伴所以大卫很看重每一个立约，所以亚尼尔的死呢，对大卫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立约像跟约拿单这样的立约呢，所以也做了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就在形容亚尼尔的死好像一个犯人一样。但是呢，怎么亚尼尔是一个全国的元帅将军，怎么死得像是一个囚犯一样呢？所以大卫非常的难过。最后再请明哲让他们读35到39节。大家整天劝大卫吃东西，但大卫发誓说，如果我在日落以前吃东西，愿上帝击杀我。大家知道这事，都很高兴王这样做。事实上，王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们都很喜欢。当天，所有跟从大卫的人和全以色列人民都知道王没有参与谋杀亚尼尔这件事。王对他的臣仆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伟大的将领吗？今天虽然我是上帝选立的王，我却无能为力。喜路亚的这2个儿子太凶暴了，我无法应付，愿上主照他们的罪行惩罚他们。那大卫这样的哭呢，虽然不能理解，但是呢，这样的做法呢，却让原来应该这些亚尼尔同意亚尼尔的人呢，应该要很生气，因为你把我们带来投靠大卫，但是大卫的人居然把你杀死了，所以应该是按照过去的反应呢，应该是这些支持亚尼尔的人呢，这时候就会起来反对大卫。但是因为大卫进食，因为大卫哀哭，因为大卫甚至表达自己的无辜和清白的立场呢，这件事情呢，也竟然意外的就让这些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呢，他们知道时候，他们都发现大卫是真心的要跟他们立约，真心的是要跟他们来做伙伴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反而没有引起了战争或是另外的误会，反而他们是对大卫百姓看为好，甚至王大卫所做的众百姓都看为好，所以就是百姓呢，反而大卫这样举动更得民心了。那所以王呢还是一样就是尊荣这位亚尼尔元帅。那他也再一次的责备咒骂他的姐姐的2个儿子甚至呢再一次公开的说上主要照他们罪惩罚他们。不过这个约押喜鲁雅的总共有3个儿子3个儿子死了亚撒黑，剩下约押跟亚比筛但是约押亚比筛一直跟在大卫身边还是很长所以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约押会继续不断的出现。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扫罗的家越来越衰落，大卫的家老婆越来越多，儿子越来越多，而扫罗的儿子呢看见剩下的儿子呢，唯一的儿子呢，剩下唯一的儿子看见亚尼尔挟势弄权敢怒却不敢言，但是亚尼尔呢就恼羞成怒来投奔大卫，但是没有想到投奔大卫的工作完成没多久，就死在复仇者约押的手中那大卫重情重义，也看重允诺，看重立约，所以约押虽然死了，但是呢，大卫却反而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得到了民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
祷告当我们在与人立约与神立约在与自己立约的时候呢，都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像大卫一样清洁的心能够看重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的约定，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完成每一项的约定，让我们所说所做的都能够透过我们所立的约都能够来荣耀神，也能够使人得着益处。也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还有一切的试炼当环境险恶的时候就如同上主你帮助大卫一样，也求你帮助我们在险恶的环境当中，能够使我们有神成我们的依靠，成我们的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敏哲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每当环境的冲击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谢谢牧师，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示，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如鹰展翅上。